英基學校協會旗下嘅曉新國際幼稚園，星期三發生嘅流產綁架案入邊，差啲被擄走嘅4歲女童身份曝光。佢媽媽係恒豐企業主要股東李德義嘅前新抱曾超穎。曾超穎舊年喺法庭一宗撫養權官司入邊獲判勝訴，獲前夫李建勤賠償12億2千萬巨額贍養費。懷疑係出入法庭嗰陣，車牌同個女嘅行蹤曝光，因而引嚟綁匪垂涎。位於半山司徒拔道嘅幼稚園星期四照常上課，唔少家長都好擔心小朋友嘅安全，堅持要親自接佢哋返學。如果工人湊佢哋嚟咁啊，梗係擔心啲啦，唔放心啊嘛。真係有人講㗎，唔係傳説啊。警方加派人手到場，除咗有軍裝警員喺門外駐守之外，亦都有探員進入幼稚園入邊調查。校方指示保安同老師要提高警覺，又用帆布遮擋學校其他嘅出入口。幼稚園校長喺星期三晚向幼稚園同旁邊嘅白普理小學學生嘅家長發電郵，指事件涉及學生嘅家庭情況，同校方無關，已經交由警方跟進。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話，警方現正追緝4個綁匪歸案，並循行劫同綁架等多方面調查案件，相信事主並唔認識綁匪，又唔排除有外地人參與其中，但就呼籲家長唔需要過分擔心。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